食完飯之後，阿珍趁客人瞓晒覺，偷偷地入廚房，將嗰個雞頭咧就掉入去個大鑊入邊，用滾水係咁烚到啲皮肉甩晒，用啲刀仔慢慢剔乾淨，剩翻一個白雪雪嘅雞殼，即係雞頭骨。咁第二就係立雲，嗰個年代咧影相就唔普遍嘅。咁阿珍咧就一早買通下人，咁啊查到阿小桃紅個真名同埋出生年月日，即係生辰八字。咁佢就用朱砂咧將小桃紅嘅底細密密麻麻咁寫喺一張黃紙仔上面。咁最後咧就係封咒啦。咁阿珍咧雙手揸住個雞頭骨，強行擘開個雞嘴，將寫有小桃紅八字嘅黃紙仔咧就攝入去個雞口入邊。佢隻眼咧就紅晒咁樣望住個雞頭。口入邊咧就念起個神婆俾佢嘅咒語，念完咒之後咧，阿珍咧就用紅線將個雞嘴紮緊，令到佢死死咬住張紙仔。跟住佢係走去林家大宅嘅後院，嗰度有一個平時冇乜人去，又黑又臭嘅舊茅廁。佢咧就將個雞頭收埋喺茅廁最陰暗、最污糟邋遢嘅暗角位。咁自此之後咧，阿珍每晚半夜咧都會偷偷走去茅廁邊，點起一支攝魂香插喺暗角，咁每裝一次香呢，就好似催促緊一隻無形嘅自雞，慢慢去食小桃紅嘅氣運。